來看講，經過總統兼民進黨主席賴清德的考驗，南投縣議員沈淑貞16宣布要參選南投市長。另外，代表民進黨參選草屯鎮長的張元玲，嘛正式來面對媒體，來拍準備來拍年底的地方選舉咯。因為現任國民黨南投市長張家鐵甲草屯鎮長的簡書成，也要求尋求要來連任，要用政績來尋求選民的認同。正式公開宣布接受民進黨的徵召，轉戰2026南投市市長的選舉。38歲民進黨南投縣議員沈淑貞正式宣布要代表民進黨參選南投市長，年底地方選戰開始加溫。16下晡，民進黨南投縣長參選人溫世正，閣立委羅美玲在南投開記者會，宣布民進黨一家長的布局。現任的南投市長張家鐵嘛咧拍拼走行程，強調年來推動真濟友善少年父母的政策，要來爭取連任。我們年輕人的這個新的思維，讓我們南投市的這一台引擎重新啟動。城市的發展絕對不是一個口號、一場選舉就能提出改變。而我們城市的這個發展需要長期的規劃。我以現任的市長，最重要不是回應選舉，而是把市政顧好。另外，是國民黨內同款要拼連任的，還有現任的草屯鎮長簡書成，伊因為是補選成做鎮長，才做一冬活，伊毋茫用政績來爭取選民的認同。未來嘛打算拍拼，予草屯升格做草屯市，去引較儕人搬來草屯住。民進黨草屯這擺是派出少年的選將張元婷，伊是衛福部處長林敬怡的秘書，今年嘛才37歲。我歡迎民進黨參選人來甲參選，我要將草屯升做市，互咱草屯鎮民變草屯市民，這我想要做的互咱草屯更繁榮、更進步。那我們都是從南投培養出去的，想要返鄉的青年所以這一次我們一樣跟素貞一樣歷練了10年年底地方選舉，民進黨一南投拍少年牌，強調戰鬥力還閣行動力。國民黨這邊是希望延續執政的優勢，強調建設還閣執政的成績，一步一腳印，要來爭取連任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